夜幕低垂，霓虹初上，佐敦廟街依舊人來人往，表面係熟悉嘅夜市、熟悉嘅攤檔聲，但暗湧之下，另一條地下經濟鏈正悄悄運作。星島申訴王早前已揭示，區內曾出現穿校服拉客嘅女子，引起居民強烈反彈。事隔不久，再有街坊報料話廟街出現一批前所未見嘅非洲籍女，長時間駐守拉客，情況似乎越演越烈。到底呢條街發生緊咩事？記者連日到廟街實地觀察，夜深之後，街燈底下嘅人影特別分明。相比其他以普通話招嘍嘅女子，呢批非洲籍女子無論膚色定髮型都相當搶眼，行人一眼就分得出。記者上前搭訕，其中一人以生硬普通話直接開價250蚊一次，如果客人要求沖涼，價錢再加，最高300。為進一步了解實況，記者跟隨其中一名略懂普通話嘅女子上到附近一棟唐樓，單位面積不大，約100餘尺，環境簡陋。該名女子自稱 Sophia， 來自東非某國。佢話今次係第一次嚟香港開工，目的只有一個，賺錢養家養仔女。Sophia 坦言，過去幾年輾轉多個地方，包括新加坡、印度以及內地、上海、廣州、義烏同澳門。為求揾食，只能一路漂泊，所以識少少普通話。Sophia 仲話嚟到香港之後生意唔差，客人多數係中國人，仲聲稱自己喺廟街識到一個香港男朋友，說話之間帶住一份無奈又自我安慰嘅笑容。有熟悉廟街架步嘅人士向記者透露，非洲籍女子其實已出現一段時間，2個幾月前先得一個唔覺眼，而家誇張咗，每晚起碼4-5個。人數增加，活動頻密，已經成為區內新常態。警方巡查並非冇做，記者觀察到夜晚警員不時喺廟街一帶步巡，一見警察，部分企街女子即刻走鬼，衝上樓暫避。警察一走，又再落街繼續拉客。至於非洲籍女子，應對方式更醒目，一有風吹草動就拎起手袋行出大街中間，扮成普通遊客打卡觀光，避開檢查。曾任撲滅罪行委員會主席、現任油尖旺區區議員陳少棠分析，呢批外籍隊有2個可能來源，一係以旅客身份入境，涉嫌違反逗留條件；二係以提交酷刑聲請而留港。無論邊一種，執法上都存在灰色地帶，難度唔低。陳少棠直言，要徹底掃蕩，單靠短期行動並不足夠。陳少棠建議，警方可考慮喺廟街黑點長期擺放警車，加強震懾力，至少令不法分子有所顧忌。警方回覆星島新查詢嘅時候表示，今年1月至11月中，油麻地分區共進行18次行動，拘捕189人，當中4人為外籍人士。警方強調，一直高度關注並會持續打擊，減少對居民造成嘅滋擾。